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本日嘅复习类咧。今本日嘅学生法时间吼，都有意思哦。先同大家来讲一下吼，客家天时咧，7月初一开始，拜日到拜五下就5点半咧，有一部一出卡通，吼，我想吼，大家听说都冻熟咯，开始系乜嘅咧？樱桃小丸子，沙古拉马路口，大家听说都看过吼。不过咧，今本日到底小嘅樱桃小丸子乜嘅事情咧？等下开始啲咯。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段精彩嘅片段，本大家来回味一下。弟兄姊妹要知道，哇，实在係當好嘅回味吼，基本呢咧，你嚟講嘅係乜嘅東西咧？吼，大家聽咗啲吼，你講到國外吼，一種節日吼，非常嘅專業咯，書分樣，到台灣咧，強龍咪係按專業按書分樣吼，你就咧講目前嘅你講明星，咁講到幕後做呢一件事情咧，台灣講陪演，然係冇你是咪講從香港啲咪講係暗星，所以基本呢咧，你當吼繞牆嘅特別裏邊咧，寫到地不獨咧吼，來陪咧。馬路口小丸子嘅媽媽啦爸爸嗬，細到嚟分享嗬小丸子嘅媽媽。大家好，我係馬路口嘅媽媽，當歡喜哦，今日嚟到福喜來嚟大家坐了哦。哇！大家聽咗就想，你到底係瑪莎都喺陪你沙古拉櫻桃小丸子馬路口嘅媽媽嗬，咁嗰啲阿先嚟分享嘅係爸爸。鄉親朋友大家好。我係馬路口嘅爸爸，所分享媽媽同爸爸嗬，哇！你一下大家就會想，其實咧陪演嘅世界除了係專業嘅陪演然之外，你圍繞場度當到嘅台面聲嚟陪演哦，今日到底繞場嘅係瑪莎咧？先等下雜個呢場鄉親們先嚟看一段爸爸啦媽媽嘅精彩片段。妈妈是在喊电影的哦，没有工作了，一开油。跟什么不太睡哦？不太睡，因为妈妈不懂得丢掉我了。你的那种是怎么做的？搞我们丢掉啊！可是不会走是吧？好，然後大家看到嘅片段咧是係地不獨嘅小丸子嘅媽媽啦，小丸子嘅爸爸吼嘅陪演，佢到底係來兩個台面上咧去做啲馬路口嘅媽媽，然後爸爸係沒有嚟揭曉答案咧，所以到底媽媽係瑪莎，媽媽係大家好，
大家係咁嘅咧，係馬路口嘅媽媽。真勁吼，嘅爸爸係馬莎咧。張張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洪泰美，我係馬路口嘅爸爸。千久冇看到泰美來客家電視上節目吼。哦，那有。因為你親無閒啊。一部嘅較無限其實就願意來吼。冇啦，係啊，唱風我就唔係。冇啦，做咗客家電視台主唱，做咗每家強用，真勁唔可以係全部講客家，懂冇？真勁係按用名吼，還有問一下吼，新月姐，這一擺係第一擺批唔係？唔係，之前係批戲劇較多，戲劇較多，一擺係第一擺批卡通，佢感覺冇強用吼，完全冇強用。佢戲劇因為戲劇吼，唔過對你來講，因為戲劇吼，就是你自家要做戲嘛，故所你拍戲劇嘅時候，嗰種嘅講述係冇強用嘅。唔過你嘅批卡通，你卡通嘅情緒係冇強用。誒，家嘅人用嘅tempo 冇強用，嚇節奏冇強用，然後還有家嘅將來批馬路口嘅媽媽咪嚇，家嘅情緒嘅反差動態。有時候就當文耀一係就馬路口，家嘅人係衰夢，就動態嘅一係。前一秒聽一下就變面，就變面咧。佢以前有看過櫻桃小丸子嘅卡通吼。有啊，其實我知道廿一擺做一批馬路口廿一部卡通啊，吼，我真然當知道當幸運咩當幸運，咩當興奮，因為講樣，因為係高中嘅嗰種時。天師網有播出，唔過有個錄影帶，嗰種是他冇錢啊，然後就會老同學開始集資，集資然後去租錄影帶的款，就去馬路口。就說嗰種是高中嘅時節就會集資去買馬路口嘅影帶回來看咯，用租嘅哦，嗰種係原文，嗰種係日文嘅，嘅稍微泰美咧。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哦，我一開始係批音出來，我咩先做戲嘅哦。你一開始係批音出來嘅。錯噶，可能唔知哈。那唔知，紅葉新月姐唔知吼。唔知啊，因為係老記，係到到而家就到客家電視台去。係啊，因為一開始就會先批音，我係天天咧當接觸到戲劇。批音就係批客台嗎？客台。一開始就係。一開始就係。嗰種而批音係。迄真準呀，跟你我資歷算懂重嘅，資歷清純哦，跟我哋一天11年，客家電視台有10年嘅，佢幾多年啊？做批幾多年？真嘅，故作對你嚟講，你以前冇批過卡通，其實全部特種嘅全部批過，戲劇啦、報道性嘅啦，吼呀卡通啊，全部批過。不過報道性嘅戲劇，像新月姐講嘅，其實搭配卡通係冇強嘅感覺。所以像家阿姊講嘅冇唔錯啦，吼，所以一隻夾嘅 tempo 冇強用，還有另外一隻所以挨批戲劇嘅時節啦，挨看得到，講法啊，再講嘅，再見啊，傳統下挨做啲，好一陣又去講法，挨做所以跳戲接出來，咁個動畫冇強用哦。一下就哇，挨跳戲就哦，接就係呼唔到誒，呼唔齊，冇用錯。因為你批戲劇嘅時節，你係做戲嘅人，你點慢啲，佢底下嘅講法哦，佢有表情，他有講述，佢都伊咧當正常嘅按樣嘅常規程度。講法就一下戲挨做講嘅長做安尼。個情緒咪係固定咧，就算一劇咪係慢慢地醞釀出來嘅。唔過卡通冇強用真嘅。因為你批戲劇嘅時節嘅底度嘅演員嘛，他可能要生氣，要欠嘅時節有情緒嘅培養，佢可能咩？我跟你說，我同你講，可是卡通唔係佢冇乜嘅表情，一下就欠哦。哎呀，真有意思，我問一下哦，跟你批音嘅時節，自己本身的表情，嘅表情會有情態嘅變化冇？冇呀，其實因為我係就之前就拍戲咪，拍戲出來，故所對按用演來講，一批音咪算係一種演，唔過就他冇強用嘅形態嘅演，你整人演係講要出表情，要出動作，就講像我呀講法，我諗講法可能會有動作，會有表情，係嘛？唔過到批演嘅時間，你就對待一隻天師麥克風，嗰一個稿稿子咁樣嚇，一看稿子，一看天師，一看嘅天師底度嘅藝媽媽嘅嘴型，佢佢在藝當做嘅講法，好，要看詩，還愛做表情，接嘛有陣時譬如講
哦，就讲哦，呀东西喊好色了，跟天时地度的妈妈就讲哦，呀东西喊好色了，我就会谈那个哦，呀东西喊好色了。然后跟两班就会讲。就讲讲法就好，跟拍手唔是。不过你皮影嘅時間會拍手就嘅嘛？我用一批嘅，我就懂天噶，就點做嘅，上就會走出來。誒，冇甜筒嘛，梗係要不要上嘅係啊嘅感合作覺。搏緊啊你。唔講係這種係客觀嘅係，因為演戲像我哋嘅演戲廳會有肢體演戲嘛，比如講你銀行路銀講法，嚇，就會係起定嘛，就有動作。不過所有片源全部會籌定，籌定然後如果拿表情上嘅表情做到重做，咁樣當困難。古說我係想吼，迄講用 video 皮影嘅時節吼，我們如果點我會看嘅時節，會發現講奇怪吼，個紅葉子同個泰美嘅表情要按這下，我呀當真我用嘅可能係嘛？像比如講也係講啊，也天時對等啊，所以嚟看。目神咧瞄一下，對呀，哦，睇，我當然冇按時本哦，冇，我而家仲唔懂時本，懂淡定係啊，懂定哦，因為關於咧出嘅，因為我出擊，我愛出擊去跑啊，因為我哋哦，皮影嘅時節，甚至你會喊，你要大喊的時候，或是你輕看嘅時節，其實你嘅表情是很猙獰的。真嘅，冇表現唔出來，係，希冇表現唔出來。古所喺講上嘅看嗬，佢太明顯嗬，佢嘅幕後嘅表情，清這嘅時節，因為可以看他們配音，配音就出來。好，因為目前嘅時節都光鮮亮，你看有輕講、輕斯文哦。喺講唔提講嘅紅葉子嗬，其實私底下也有很表情很猙獰嘅時節嘅嘛，看佢幕後嘅配音就做得。唔單講表情，我係唔最看到泰美。以前神發嘅一面，譬如講啊，種南寧菇啊，來頭南烏七八糟啊，唔是識到就出家唔是識到，係因為皮影嘅時節，唔是識到去做得起嘅，穿那個拖鞋就做得起。腳骨徛起來啊！真嘅一樣嘢。好，所以鄉親朋友其實培影嘅一件事情係一種動專業嘅套路。昨天看到台面上記得吼地圖吼，咁但係長期看到記得嘅表現之外咧，你個世代下用記得嘅上映去做上映嘅表情，然後咧大家咧分享，其實真係一件冇人改嘅事情吼。咁講你到底係要乜嘅神奇嘅事情做得到，大家咧分享吼，請大家先聊下，聊下先，等下就嚟。